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武夫的境界分为了9品，只要达到2品，就算是江湖中的宗师了；1品就是顶级的存在了。在1品当中还分为了4个境界，其中最强的就是陆地神仙了。一个时代一般只有1、2位陆地神仙，那么原著当中一共出现了多少位陆地神仙呢？第14位赵黄巢。赵黄巢是黎阳赵氏的老祖宗，一直隐藏在龙虎山当中，修为早已是陆地神仙境界。在龙虎山当中养出了一条恶龙，用来针对徐凤年和北凉。后面徐凤年和王仙芝大战后，趁着天人体魄还没有完全消散，来到了龙虎山，找到了赵黄巢，送这位道家老神仙呢去领了盒饭。第15位赵希义和赵丹霞，这2位也是龙虎山的老祖宗。赵希义是和赵熙团2人辈分相同，和赵熙团的放浪不拘不同。赵希义修炼很刻苦，而赵丹霞则是赵希义的儿子，也是龙虎山的当代掌教。最后和自己的父亲赵希义2人一起飞升了，能够飞升，想必2人都摸到陆地神仙境的门槛了。赵希义肯定是陆地神仙境界，赵丹霞的话或许还差上一点儿。第16位齐玄真，齐玄真是上一任龙虎山的掌教，同样也是吕祖转世之一。在12岁的时候就开窍，得知自己是吕祖的转世身，也知晓这一世是为了等待红衣。作为春秋13甲中的道甲，齐玄真的实力极为恐怖。50年以前，以一己之力将魔道6位护法全部杀死，修为达到了陆地天人境界，和剑神李淳刚论道，让其境界跌落到指玄。当时的他有天下第一的实力，只不过让人可惜的是，他并没有和王仙芝一较高下，他的存在只是为了等待红衣，没有心思去争那天下第一。第17位拓跋菩萨，拓跋菩萨是北莽的军神，和王仙芝一样都是武夫正道，战斗力极强，只不过一直缺少一颗无敌的心，导致拓跋菩萨和人对战每次都讨不到好。在大决战之前，拓跋菩萨获得了天人馈赠，到达了天人大长生的境界，武道境界已经超过了王仙芝，但是这修为终归不是他自己修炼而来的，再加上他一直没有举世皆敌的心境，所以论实力还是比不上王仙芝。第18位同人祖师，同人祖师原本是天上看守天门的仙人，在800年前吕祖飞升的时候遇上了他，吕祖过天门而不入，和同人祖师大战了一场，同人祖师被吕祖打落人间，成为了敌仙人。跌落人间后，一直隐藏在北莽的旗舰乐府当中，在劫杀徐凤年和徐龙象的时候才暴露出真实实力，结果遇上了齐玄真的残魂，被齐玄真一只手给丢到了广陵道。第19位呼延大关，呼延大关是北莽宗师之一，一人即是一个宗门，修为早已经是陆地神仙境界，曾经是800年前秦皇的影子，论武道天赋要比拓跋菩萨还强。因为徐凤年是秦皇转世，所以帮了徐凤年很多次，了却了当年的因果后，带着自己的妻子女儿隐居了。在曹长钦死后，呼延大关就补上了空缺的4大宗师之位。第20位澹台平静，澹台平静是南海观音宗的炼气宗师，也是天上仙人在人间的棋子，是徐凤年前世的徒弟，本和徐凤年是敌人，但因为前世对于师傅的感情，选择在这一世散尽气运，帮助徐凤年。且看我一剑破之！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武夫一共有9品，达到1品的武夫就是一个时代的顶级天才了。1品当中有4个境界，最强的一个就是陆地神仙境界了。一个时代一般只有1、2位陆地神仙，那么原著当中一共出现过多少位陆地神仙呢？第21位年轻宦官，这一位是黎阳王朝真正的底蕴，也是一位与国同龄的人物，靠着吸收黎阳王朝的龙气长生不死，修为早已经达到了陆地天人的境界，甚至在黎阳皇宫内，这位年轻宦官的境界能达到天人大长生，在皇宫内呀，他就是无敌的。第22位高树禄，高树禄曾是400年前的大魔头，也是唯一一位以天人姿态在江湖当中行走多年的高手，在后世被称为忘忧天人，1品4境界就是他制定的。高树禄同期时出现过2位陆地剑仙，都被他给杀死了，后和无名道人打赌，被开山符箓封印，400年后再度苏醒，问道一战输给徐凤年将天人体魄赠送给徐凤年后消散人间。第23位张扶摇，儒家的初代圣人，活的年龄比吕祖还要长，在人间守了800多年也不曾飞升，为的就是对抗天上的仙人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儒家之所以很难出现儒圣，正是因为张扶摇吸收了大部分的气运，所以他能够做到言出法随。当初他一人对抗徐凤年和邓太阿，他们俩都不落下风。第24位黄龙士，黄龙士也就是黄三甲，搅动了春秋风云的人物，疑似是现代穿越人士，算计了一切，最后为了自己的女儿呵呵姑娘进入儒圣境界，帮助徐凤年补全气运，对抗王仙芝。